继续要来讲，台湾水鹿啊，是台湾的特有种，野外数量无多，拢是伫个透早甲暗昏才出来活动。所以要看到这个水鹿啊，是真伟难的代志。也毋过，这个合欢山上细楼附近，最近2时嘛会当看到水鹿啊。专家讲，应该是这个水鹿啊的族群变大阵咯。水鹿出现伫合欢山，民众赶紧翕这个画面，伊咧讨食，知影有人伫翕，拢唔惊青云。有一次我们扎营啊，水兔好10几只都在帐篷外面，我们会不敢出去，因为怕惊扰到他们。台湾水鹿又叫做四目鹿，拢休伫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崖，主要分布伫中央山脉甲花莲台东一带，是台湾特有的亚种。最近出现，专家讲是因为水鹿是一夫多妻的，所以一到交配季节的时候呢，公鹿一定要去扩展一个大地盘，然后把所有的母鹿都纳进来。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活动范围增加，然后族群数量也增加，造成整个水鹿就很容易在公路边边活动。要有一个可能原因，水鹿是食草动物啦哈，所以严格讲起来，台湾的高海拔上面的高山植物，应该是能够充分的提供水鹿的食物来源。合欢山有真侪事物，加上水鹿的族群愈来愈多，民众上山看到水鹿的机会嘛变较侪。是讲，若驶车上山爱较细致咧，路边若看到水鹿伫讨食，爱驶较慢咧，唔通甲因弄着。